军的1、2K5经机并金的机龄都长超过20年。咱驻美的军事代表团就招标是要甲美国买零件。这个得标的厂商准达企业说是国防部的黑名单，目前也放停权，所以讲空军目前是也未同意签约。专家就认为讲，这审查机制是有问题的，这会有问题的厂商会当照命投标。空军伫过去操演展示E2K 预警机演练近地敌枪，机上圆形雷达闸是伊一大特点，有侦查能力，捍卫大海领空，会当监控大海，掌握强机的动态，也有指挥监控能力。不过因为E2K 预警机的机队平均机龄超过20年。为了维持空中预警的量能，空军甲美国购买E2K 感应标击器的零组件，由驻美军事代表团招标。按照规定，敢会当由美国本土厂商投标，不过却传出得标厂商是和国防部列做黑名单的大厂俊达企业，好亲像是挂美国牌，趁机会得到标案。因为它有些部分是消失性的伤员，用的是比较久的这些系统件，你就会急着去找这些零件。那台湾这些厂商就到美国去设厂之后，在这核上市之后，在台湾来投标。我们没有透明化，让有些这些不孝的厂商上下其手。空军清早发现得标厂商是伫美国注册公司，不过投标伊的信封的地址甲件人是台湾的俊达企业。互政府列做停权的厂商，利用资格有疑虑，所以空军也未同意签约。实际查询政府的采购网，俊达目前也是拒绝往来厂商。专家认为，国防部审查机制恐惊有漏棚。这一次如果借由这个后续的清查，把这个不良厂商或黑名单厂商直接剔除出来，我想对于后续的这个装备采购会更有保障。国军最近若去拄到大厂透过照壳上市得到标案，也和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长关系早起。张彦廷指出，军售因为牵涉到真大利益，避免去互不法厂商控制，立法院应该都爱加强监督能力，国防部嘛都爱严格采购规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